哎，兄弟，等等，麻烦你一下，帮一个忙，你给我看一下，我这个钱啊，我刚才在前面超市里面去买东西，老板说是假钱，我是捡垃圾卖的，这100块钱。啊，这样子，我给你看一看。大叔，你这个钱是真的，只不过是旧了一点，要不我给你换一张吧？哦，来。哦，谢谢你，小兄弟，谢谢啊。老公，这钱明明是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做值得吗？这个钱就让他在我们这里消失吧。看这位大叔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们就当做好事了，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，能包一把是一把。哦，我懂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值不值得在自己心中。老公，为你点赞。啊，我们走吧。正道的光。